后来嘉义水上乡第18号的公墓，半暝2点外，不明的原因导火烧起来，而且还有爆炸。结果到场拍火，有2个消防人员甲一个替代役男烧烫伤，紧急送病院。危险的所在翕到山坡底有真侪所在导火在烧。 火烧甲真猛，阁一直咧呛烟。消防人员接到通报到场，拍火期间，煞常发生爆炸。消防人员甲替代役紧急送医。伫咧昨半暝2点外，嘉义关水上乡第18号公墓不明的原因导火咧烧，不过土内底敢若有不明的物质伫咧拍火过程当中，常发生爆炸。只是苦线甲苦线消防员，阁有一个临时的替代役未赴反应，互火烧着。 分别年纪36岁、30岁及18岁，脸部及手部烧烫伤，意识清楚。通报了环境部中区专业技术小组人员协助，技术小组人员抵达现场后，使用监测仪器持续评估中。那现场已经有拉起了警戒线。2个消防员颔棍、手骨拢有烧烫伤的情形，送医治疗了后已经出院。不过另外一个替代役是面颔棍、手骨拢烧烫伤，抑搁伫咧病院治疗观察。不过是安怎公墓会熊导火？可能的原因就是有民众不小心把进水性物质，比如钠。 还有镁，把它埋在土里面，碰到大量的水，它就会产生氢气，造成爆炸。那进水性物质它的灭火就只能用干粉或者是土，用土去做灭火的动作。爆炸的主要原因，国外等进一步调查清楚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了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